星期一晚上的8:05，Hello FM 联播网新鲜发行节目的第2个小时，我是 Elsa。我们呢这个阶段呢有第3首 Hello FM 首播歌曲要抢先的曝光，同时主唱人呢也在我们的播音室当中了，要来跟我们一起揭晓这首 Hello FM 首播歌曲。这位卡爸呢就是苏命啊。Hello， 大家好，我是苏命。苏命的这一张专辑呀，有获得那个推荐，你知道吗？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的推荐。真的吗？是的，我怎么都不知道这个消息啊？好像破梗了，对不对？好像还没有。对啊，还没有公布啊，完蛋了。可是反正这张专辑，你这张专辑已经先获得了好几个奖了，对不对？有啊，之前精英创作奖。精英创作奖就最佳专辑跟最佳现场演唱。等一下，这个最佳现场演唱这样要怎么评啊？你当天就要表演还是怎样？还是他们真的有跑来你的现场来看？基本上是会有一个现场的记录的一个影像，这个是最基本的。你就看你要投哪一场演唱会的现场基本演唱。当然，其实我比较特别的是，我除了现场演唱影像的记录部分，我连那个演唱的企划都出来，什么舞台图啊、歌单流程啊、工作人员啊，还有什么梗、什么气球啊、灯光啊那种视觉设计 DJ 的梗都写。然后就是你把这整个的这样子的企划的案子都让评审们都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对不对？然后就这样得奖，所以其实不只是你得奖吧，还有就是当天所有参与演出人，就等于是他们也这样子得了那个奖了。对，就是那时候我蛮机车的啊，就自己以为在小巨蛋开演唱会啊，明明是一个创作。是啊，只是我们巨蛋的 size 比较不一样而已啊。现在先慢慢来啊，想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做功课，练习了解什么叫做表演。不只是唱歌这件事情。苏命呢，在今年的时候呢，也推出了他的这个以他的母语就是阿美族语呢所推出的这一张的他的首张的个人的创作专辑啊。同时，其实他也带着这一张专辑到了就是全世界的非常多的不同的角落。你到了哪些国家？我去了日本，然后接下来去加拿大的多伦多跟温哥华，去法国的巴黎、南特、熊德里跟Wong， 然后又去香港跟上海。你是巨星吗？去就想象在玩耍，就去很多个城市。对，那当然就是每个国家的到了那个地方，大家最好奇就是你从哪里来。对。那我大概就是讲我从台湾来，台湾有什么？就是台湾有原住民的歌声歌谣，就这样唱给他们听。当然大家都很吓一跳，怎么会有这样不一样的语言跟音乐形态？但会有一些大家熟悉的，就是民谣，大家也会有，不管你是哪一个族群也有。可是我又有其他音乐的元素，就是当做一个沟通的平台，但是用不一样的唱法、不一样的语言，他就觉得很炫啊。本来就很炫啊！你的作品，还有就是整个这个历史传承下来这种就是歌谣啊什么的这种东西，本来就是非常非常的棒，很值得推广的。就跟他们在交流的时候，就觉得蛮有很多火花的。对啊。那有没有在哪一个国家，然后有发生什么样子让你觉得比较难忘的事情？在法国。我觉得法国，因为我真的很不熟悉，就是从来没去过欧洲国家，然后他们讲英文也不太通，就是大家都只有讲法文这样。那我不知道，实在不知道怎么表达我自己，就是在表演的状态之下。可是我唱歌有人哭我吓一跳，因为我有一场表演是用那个居里夫人弹过的钢琴，但是他们那时候介绍居里夫人，我也吓一跳，因为我只听过这个名字，我不知道。课本里面看过这个人，看过人，然后这个人，然后就是居里夫人钢琴来弹奇异的妇人。现场观众就有几个就是女生就落泪了。对。然后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她觉得她很感动啊，就跟我讲一大堆法文了。我就是讲微就是微就对了。好，那现在所听到的歌曲呢，也是苏命呢在他的个人专辑当中的这首《卡巴年轻人》哦。现在马上就要来听到我们 Hello FM 首播。FM 首播。
嗨耶呀，嗨呀那哟耶。哦啊嗨呀那嗨耶，哦啊呀哦嗨耶呀，嗨哟哦啊嗨呀那哟耶。哦啊嗨呀那嗨耶，哦啊呀哦嗨耶呀，嗨哟哦啊嗨呀那哟耶。Maho kakui mangalai sakala harau binanai tu sakatayarau yoru mahatu kakui bitili tu ikukuan bisa izi sakajitane Yumari dai tu kakui bisa terpalucu aku Sapi kali jauh tu tabina Yumadaya itamina Dia sentuhku niaro Taramara ayai bibuli Oh ahaya ahaya heya yo ahaya Oh ahaya ahaya heya Marulai pifudingan Ma'ereng asa ma'ane Sakarumaha ni kamaro Marulai pifudingan Ma'ereng asa ma'ane Sakarumaha ni kamaro Oh ahaya ahaya heya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苏命。苏命来跟我们说一下这首《黑的分手波》歌曲叫什么名字吧？这首歌叫《远洋》，达拉马拉阿亚米夫定，就是讲我爸爸以前跑船的心情。然后，可是这首歌最特别，就是除了在讲那样的心情以外，我用了很多用阿美族和音的逻辑的和声的编曲。那个部分有学者说是什么复音编曲法，就是两个字有对位的，但是讲得很学术啦。但是我在编曲的时候就故意把这个放进去。就是大家就哇，这个编曲我那个轨道开了18轨吧，光是 vocal，然后混音师就傻眼了，这怎么剪啊？这怎么混音这样子？就是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尝试，里面的乐器只有吉他跟沙沙，它都是用人声在撑那个整个
音乐的结构。我觉得也在这次的编曲里面做了一个很大的突破，而不是说很传统的歌谣，他用这个逻辑去试探大家听民谣歌曲这么久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大家没有在听人的声音的表现？对，所以这个作品也是你最近才完成的吧？对。所以你看你这样这一年跑了这么多的国家，然后参与了这么多的演出，然后跟这么多不同的文化的听众朋友们交流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好像真的学到了蛮多了哈。就好像长大了啊，好像就是等到去毕业旅行那一趟啊，好像世界好大。其实真的有很多事情就是站在不一样的位置，你会自己再重新整理的时候，你会有新的想法。对，但是其实苏蜜你还是把就是音乐把它回归的非常非常纯粹的一个地方，然后但是你又有一个，我觉得又有一个更成熟，然后更精进的一个技巧来做这个呈现了，对不对？好，然后苏蜜在今年呢推出他的这个个人的专辑，而你现在所听到的 Hello 首播歌曲呢是新歌，叫做《远洋》哦。那这算是一个单曲吗？什么时候可以买得到呢？12月18号会有第一次的首唱，也是首卖在台北 Legacy 晚上8点，12月19号在高雄的The Wall，也晚上7点半。然后这是2场很特别的母语创作演唱会，12月18、19。对。比较特别的是，本来我想说就放了很多不一样的表演的状态，就是大家印象中原住民的歌谣都比较偏民谣一点点，然后放了一点点英式摇滚，然后放了一点点爵士，也放了一些电音跟舞蹈动作，就是流行的 hip hop 的动作放进去，就放了很多不一样的元素在这次的演出里面。然后我希望说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一个很特别的异国文化的演唱会，就大家听日本歌星来台湾或者韩国歌星来台湾开演唱会的话，都听不懂嘛，对不对？对。我的也是可能，但是我会替大家翻译这样，我的中文还蛮不错的，然后就可以大家很容易可以进入那个情境。然后特别是这么大的卡司的安排，就是演唱会的规格，就是7人大编制的乐手然后还有很多和声和部落的表演，还有 dancer 这样。但是原价1800，下杀0元这样。下杀0元，免费入场的意思。我希望大家可以用不一样的就是心情来看这场表演。然后我也期待，就是如果大家来看这场表演，就是凭任何一个你喜欢的原住民歌手，哪怕他只有一首是母语或一张 EP 一张专辑是母语，就是假如说阿密特里面有一首是母语，可是你购买他那个专辑支持这个母语的创作，我觉得会让很多母语歌手觉得，他获得了另外一种经济的支持，他就会有下一张母语专辑或者下一场母语演唱会。我就透过这种方式来传达这个讯息。对，其实我觉得苏蜜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一个艺乐人，他不仅是注重他的传承，然后也非常的注重他的这个部落当中的音乐的一个创新。然后所以这次的这个演唱会同样也是这个你的母语创作的演唱会，对不对？也是这个 EP 的首唱。对，然后真的希望大家来用不一样的心情，就当做来听法文这样子，来自台东的法国，就是来享受音乐，对对。然后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语言，12月18号礼拜六在台北的 Legacy， 而12月19号星期天呢，这是在高雄的博尔的 The Wall 这个场地，然后都是免费入场的，非常非常的欢迎大家呢。相关讯息都会在我们的 Facebook 跟苏蜜的官网上面，你打 SUMING 苏蜜就会找得到。好，今天非常非常谢谢苏蜜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次见哦，下次见，真的再带来更多更好的。好的，好，今天的非常谢谢苏蜜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拜拜，拜拜。第一次就舞动。